进来兄弟，大家早早，大家平安。咱要伫今日开始，一礼拜开始，要做伙来读上帝话。咱要来请苏清长老，带咱大家来做开始的祈祷。咱三个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来到你的面前，要来敬拜你，学罗你的圣名。你是带领阮成全得着赢的上帝，你是每一天盼阮的重担的上帝，你是早伫地、现在伫地、永远伫地的上帝。你是常常率领阮伫基督内面得胜的上帝。主耶稣，阮感谢你，你是阮永远的救恩的石盘，你是阮的溃烂，你的愿望，互阮得着勇敢强壮。你的信息出来，做阮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你通过永远的神，献你无瑕疵的本身互上帝。你的血洗清阮，互阮有气力来服侍上帝。圣神，阮求你阮感谢你，求你引带阮，互阮会当听上帝的话，得到明白，得到气力，得到智慧来行透早头前的路。阮安尼感谢祈祷，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咱煞接要来继续来看希伯来书的第9章，要对第11节到22节，要来请嘉玲小组长，带咱大家做伙来读。希伯来书第9章11节，毋过上基督已经来做大祭司，有实现好事，伊有经过较大、较完全，毋是人的手所搭，毋是属这世间的账目。伊只有一遍进入至圣所，毋是用山羊的血、甲牛仔的血，是用家己的血，为着咱成全永远的救赎。山羊甲牛犅的血，以及牛母仔的骨肤，若朽伫无清气的人，就会互因圣化清气。何况基督通过永远的神，献伊无瑕疵的本身互上帝，伊的血减袂互咱的良心搁较清气，脱离死的行为，来服侍永活的上帝。因为安尼，基督做新的约的中间人，是要互上帝呼召的人，为得领受伊所应允永远的产业。因为基督已经用伊的死赎回因伫前的约的时所犯的罪过。关系为足一定就先证实，你为足的人已经死，因为为足一定就你为足的人死才有效。你为足的人要活地，为足就无效。安尼，连头一个约嘛是有用费来成立。摩西照律法将一切的诫命对人民宣布，然后芳牛犅甲山羊的血掺水，用朱红色的羊毛甲牛切草绣伫迄本册顶面，甲全体人民的身上，讲这是上帝甲恁立约的血。相款，摩西嘛将血绣伫帐幕甲礼拜的时所用一切器具，照律法，差不多所有的面拢用血洁净。无流血就无赦罪。以上。好，感谢嘉玲执事。咱今日读的这段的圣经是继续咱昨伫第9章后壁继续要来解说，所以咱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伊用非常的深入，也也非常的这个精准，来形容这个犹太基督徒因过去伫这个做犹太教导的时阵，因所献祭的情形来做一个比较。希伯来书的作者虽然毋知影是甚物人，但是伊写是互犹太背景的基督徒，当时因受到迫害，所以因转去要转去旧的这个旧约的信仰，拄着变做是信仰的危机。作者来坚固因的信心，甲因指出耶稣基督是上帝上界准确，也是上界完整的启示。希伯来书强调3个方面，头一个就是耶稣是上帝永远的囝，耶稣愿意忍受一切的苦难，对头到尾顺坦白上帝的旨意。耶稣的地位悬过旧约的众先知，也比天使摩西较悬。第二个，耶稣是上帝所设立永远的祭司。
伊会积分关过旧约的禁制时，伊耶稣伫天顶的圣所来献上的祭，来超过犹太教礼仪的这新祭。第三，耶稣是道成肉体降新做人，耶稣献一届永远的赎罪祭，就叫这个来当诚信对罪恶惊吓死亡的中间拯救出来。这个第三段就是今仔日第3点，就是今日咱所读的这段9章的11节到22节。所以作者劝勉信徒就要坚守信用，仰望为着咱信心对头到尾的这个耶稣基督哦，这就是希伯来书伊的简单的要义哦，总是头前后壁有足长的这个铺陈，然后有真清楚的解说，也互咱当真清楚来对这个犹太教的礼仪做一个比较。所以读希伯来书的一个好处，就是咱知影会当安怎样甲犹太人来传福音，要带犹太人来信耶稣无简单。但是通过读希伯来书，咱会当看见犹太人的限制，知影因的信仰中间的危机是甚物，然后会当将上帝囝耶稣基督来介绍予因。所以咱伫第9章会当看到更美的祭物哦，这是明仔载咱会读到，但是今天嘛是咧为着这个耶稣安怎成做这个更较好的献祭祭物，家己本身来取代这个祭物。耶稣毋是取代这个祭司，毋若取代大祭司，甚至连祭物耶稣家己嘛取代。伫第8章的时阵，咱看到基督做天顶的大祭司，伊是伫真正的至圣所，毋是地上的这个模型来献祭。所以天地是实体，地上是影。基督做更较水的约的这个中间人，中保，是来根据更较好的应允上帝定的日子，要互人立新的约，要来赦免人的罪。这个新的约是伫人的心，毋是伫人的这个册，毋是伫这个石板的顶悬啊。然后咱所看的这个地上的圣所、至圣所内底有这个灯台桌啊。这献的饼、金坛、甲约柜、个基路伯，等这上顶呢，拢是看到地上的模型。但是伫天顶呢，原来是实体有这个存在。地上不过是甲伊做一个，地上是做一个 copy， 做一个副本哦。地上的献祭的制度，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摆大会，为着家己为着人的目的所犯的罪来献祭，所以伊是有一个无完全。地上的献祭嘛有一个时间限制，所以这个献祭呢，伫这个时间限制，若无就袂当做，袂当做这个献祭，而且嘛，互这个敬拜人袂当完全每年还搁一届，搁一届，搁一届。所以地上的献祭只不过是将外表的规律，无法度来探到天顶。所以伊要比较，作者要比较就是耶稣安怎样会当探到天啊？所以咱的根据是9章90到10节，丈夫的头前间譬如献祭，是讲所献的礼物甲祭品，袂当互礼拜的人的良心清白。这个敢若是关系啉食甲逐款的洁净礼。是属外表的规律，只有适应到上帝更新万米的时，所以它是一个过渡时期。这是伫因出埃及，要离迦南，到耶稣基督国内要带咱去到伫天顶的迦南地，这旧约立位记的这献祭的条例祭司的条例，拢是一个过渡时期。今日咱要继续来看的是耶稣安怎样成做更较水的祭。更美的祭品、祭物头前11节到14节，讲到基督的血，成做更较水的祭物。15节到22节，讲到耶稣基督成做新约的中保新约的中保。11节讲到11节、12节讲到基督成做更较水的约的这个大祭司，这是一个完成式已经过去完成式。伊嘛已经进入迄个更较水的帐幕，就是进入天上的圣所甲至圣所，嘛伫上帝约柜的面前来献上更较水的祭，来完成永远的救赎。所以安怎献什么祭呢？这个祭亦先讲旧约的赎罪的祭，袂当比耶稣基督的祭，袂比因为地下是模型，
天顶才是实体。但是地上的这个祭呢，拢会当互人真做实。何况耶稣基督，伊的祭品就是用伊家己的身体、家己的血来献祭，不但会当清洁人的心，脱离这败坏，嘛会当互人勇敢来到伫施温好胆来到上帝的施温宝座前来侍奉上帝啊！所以这又跟回到第4章，会重复伊的概念。9章15节讲到基督成做生育的中保，这个中保就是保证人啊，透过受死来赎罪，互受上帝拣调的人，因会当得到上帝永远的产业。所以耶稣基督佫一摆甲咱保证，咱要得到的是天顶的产业，就亲像上帝对亚伯拉罕所讲的，16、19、18节讲到为着，这个遗嘱呢，必须什么时阵有效？就是立遗嘱的人死以后才有效。所以就算讲是旧约，伊即个有功效，嘛是有献上这祭牲的血，这个血呢才设立的。所以旧约的律约的天数是通过血来清去祭物、清去献祭的人，来清去整个赎罪的礼仪啊。所以血甲赦罪有关系，这是今日咱所读的。基督耶稣基督成做中保，这咱今日已经第3届看到。头一届看到是伫第7章22节，更美之约的中保。伫遮英语的意思反正就清楚的，guarantee 就是保证人啊。咱要去贷款啊，咱要去办啥物啊，拢要有一个保证人的时阵，这就是耶稣伊来挂保证啊。挂啥物保证呢？7章22节。上帝是相定的保证，用上帝家己的应允，甲上帝指家己的名，来宣誓，来救抓启示，上帝已经双重的保证，然后佫加上一个保证人，就是耶稣啊。另外伫8章6节，所讲的是更美之约的中保，伫和本来看一模一样的字啊，但是对英语来看就当看到无共款 ，mediate 就是这个中间的人。串起来中间的人，串什么呢？就是旧约甲新约，耶稣将旧约甲新约来串联起来，成做迄个中间旧约甲新约中间的迄个人中间人。今日咱看9章15节，最新约的中保，佫等到第7章的意思，第7章的意思就是做一个做一个保证人做一个保证人。这是这个我看一下，因为这个英语写 mediate， 但是伫这个所在呢，应该是保证人甲7章22节一样所以这个英语呢，甲写做 mediate 中间人，但是呢，其实这个意思是要做保证。然后咱读到12章的时阵，会都看到一届耶稣基督是中保。所以伫希伯来书呢，拢总出现4届但是呢，有的时阵是摕来做保证人，有的时阵是做迄个中间者。所以伫今日9章15节，基督成做生育有效的保证人。这个生育为怎样有效呢？耶稣来挂保证，通过伊的死，属人伫旧约的时阵会继续。所以你若读英语原来会佫回去变做 mediate， 其实伊是 guarantee 是保证人咱伫前有来解说犹太人的献祭，特别是这个大祭司，一年一届，伫旧犹太历的7月7日，3天爱3届入到至圣所。伊第一届呢，要为着家己甲本家赎罪呢，伊就要杀牛。所以这个牛呢，就是为着伊家己个人，甲伊这个大祭司的家族、囝儿、太太这个孙，等等这个人的罪呢，拢爱完全，才会当入去至圣所来献祭。然后呢，伊个杀是2只公羊两只羊的中间一只，才抽口，倒一只爱杀，倒一只爱抓去外口放。迄个羊呢，羊讲的话呢，就是要来赎所有百姓的罪所以两种的意思嘛是相同的。
咱看到伫即个今日这段呢，讲到耶稣基督伊的工作比大祭司搁较超越的所在，就是耶稣是伫天顶的圣所在服侍，地上的祭司是伫地上的圣所，但是即马连地上的圣所拢已经无去啊，因着无头路，真正无头路。耶稣伫天顶所献祭即个媒介呢，伊用啥的血呢？是毋是祭物的血？是用伊家己的血，就是伫定时伫价流伊的血。耶稣毋是逐年拢入去，耶稣是进入至圣所一道、一摆、一遍，然后呢就永远来救赎人的罪啊！毋是像大祭司救赎迄个时代，每年换迄个时代，一定换。耶稣工作献祭的果效是永远的救赎。会当洗清人的心，这是9章14节，互人会当永远，互人会当不断来服侍永远的上帝啊，所以是非常搁较有功效。而且咧，耶稣诚做生育的保证人，伊毋但是做旧约甲新约中间者，佮诚做即个保证人，即个生育已经开始啊，即个生育一定应验伫咱的身上。耶稣家己本身来挂保证，然后嘛，互所有受上帝拣召的人，伊要像亚伯拉罕同款，得到永远的产业。所以基督的工作是一边有功效，一举尽全功啊！所以比这所谓地上的大祭司佫较超越，佫较好，也佫较水。但是基督安怎互人会当到上帝面头前，到救恩宝座前，甚至来得到天顶永远的产业呢？过去旧约，因拢有罪，旧约不管是君王、是先知、是祭司，这百姓，拢在犯真侪犯罪。但是旧约的罪恶呢，伫大祭司迄阵甲因赦罪，但是无完全，无够完全哦。所以旧约的罪恶犹原继续在累积，包括大卫的犯的罪，包括所罗门所犯的罪，继续在累积。一直到伫耶稣基督用伊的死来替因赎罪啊，才一摆完全来洗清啊，表示讲，这足侪还未洗清气的衫一领一直累积，但是到耶稣生育来啊，所有拢总一概洗清气啊，通过耶稣基督，所以耶稣洗伊的赦罪是永远有功效，互受拣召的人，信耶稣的人，上帝要拣选的人。伊毋是干那得到迄个将来应允，是得到上帝应允过的永远的产业。所以伊毋是像过去以色列人伫旷野拿到一个盼望摕到一个期待将来伊要进入迦南地，将来伊要进入安息。因所得到的是上帝应允过啊，上帝已经讲过啊，然后佫咒詛过啊，佫挂保证的，是一个永远的产业，就是甲亚伯拉罕同款啊。要进入到上帝永远的产业，所以安怎进入就是通过耶稣家己的死，真正洗清所有受拣召的人的罪恶，互人得到产业。这亚伯拉罕的继承人继承人。所以耶稣基督是用伊家己的血、伊的肉、伊的身躯，互咱会当来承接。进入到圣所，所以是多重功效。咱读希伯来书看到哇，耶稣实在是有够完全，实在是有够超过咱的想象。因为咱做的代志实在是太多，但是咱对伊的明白考虑检测真简单。但是呢，希伯来书互咱看到无遐尔简单9章16节讲到为族，耶稣的为族。到底什么是为族？其实这个为族伫这个所在造出来，是因为旧约中，这个原文的中间希腊文这个约甲为族是同一字啊。约跟遗嘱在希腊文当中是同一个字，所以这个新约基督的新约变成基督的为族变成基督的遗嘱所以这个作者才去联想连起来。讲为族有效，就是这个立遗嘱的人，伊爱死有效，因为耶稣用伊的血做一个保证人，搁做一个中间者来为这个生育来做保证，当时有效。耶稣这个保证当时有效，就是伊死的时候，所以这个意思是同款的。所以做生育有表的旧约，旧约是做大先最头前的，
这个旧约伊有效嘛是通过血，就是通过这个献米的死来设立的，所以就做这个将来实体的新约，新约是实体，旧约是影。基本上嘛是有同款遗嘱的这个性质，虽然它是一个约，也像是一个遗嘱，就是有效力，是这个立于遗嘱的人的期待。然后最后一只在应用的就是出埃及记24章的30到80啦。这段我记得伫今年册时阵有分享过啊，伫士师记的时阵有分享过。这段是讲到摩西去第二届对西奈山落来的时阵，然后呢，伊将上帝所颁布的话呢，写伫一本册，伫圣经翻做约书啊。摩西写伫这个册顶悬，然后读互百姓来听，百姓就讲耶和华所吩咐一切，阮拢要遵守，也要听。第8节摩西就将血压伫百姓的心上讲看，这就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照一切命令甲恁立约的证据所以这个血呢，所代表就是上帝的应允还有约，甲这个奉献会幕这个线上会幕甲当做一件这个是伫出埃及记的时阵，咱无看到后面奉献会幕但是伫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将这两个代志当做一个仪式。嘛来证明讲旧约嘛是用血来清气所以今日这段圣经11节到22节讲到耶稣基督，但是基督已经来我是用现代中文用台语来读耶稣最大祭司是现遐个美的更较水的事，耶稣的信物更较大更较完全，不是人的手所做的，就是讲不是这个被造的世界一部分是无同款的。12节当基督通过信物一举而尽全功就是一概来完成正到至圣所的时，伊并无用山羊甲牛犅的血做祭物，是通过伊家己的血，为着咱来取得永远的救赎。如果山羊甲羊犅的血会当烧牛母仔的血，压伫遐个礼仪无清气的人的身上，安尼就会当清除因的污秽，互因清气。安尼基督的血所要成成就的，岂毋是更较大、更较多、更较水、更较好吗？通过迄个永远的神，就是信心，耶稣将家己当作完整的祭物献予上帝，伊的血要清去咱的良心，除去咱腐败的行为，互咱得到，互咱会当来侍奉永远活的上帝。所以这个应允就是伫信心、信父、信子、信神的合作来完成15节。所以因为安尼，基督成做这个新的约的中间者，要所以伫这个现代中文翻得真清楚，中间人但是呢，伊的意思呢是保证人伊的意思是保证人，要互上帝所呼召的人会当领受上帝所应允永远的福气。这个代志是通过耶稣的成就是通过耶稣的死。头放因伫头一个约就是旧约，头一个约就是真的约，就是旧约。旧约下骹所犯的一切罪过，因为旧约大祭司的赎罪还有不完全的，要有无够也要够很多没有完成到的。但是耶稣家己伫一届约中间就完全来赎回所以立遗嘱的必须证明立遗嘱必须当甲立遗嘱的人死才有功效，因为立遗嘱的人要活的遗嘱就无功效，只有伫伊死以后遗嘱才会当有功效，才开始生效。18节，所以连头一个约就是旧约前的约是用血来定才有功效。安尼摩西照法律，先将所有诫命传予百姓，就是出埃及记24章。然后用羊犅甲山羊的血掺水，用青红色的这个猪笼甲牛切草来浸这的血也伫这个约书就是律法的书上，甲所有百姓的身上然后摩西讲，这个血印证就是保证上帝命令恁来遵守的约。
安尼21节共款，摩西也将会也伫会幕甲礼拜礼仪，这个所在，在出埃及记24章，会幕还没有搭起来，24章迄阵才是颁布而已，爱到后壁31章以后，迄阵才开始搭起来。当早有讲，在摩西那时候就设立2次约，第一次约落来时阵呢，结果因着拜金牛，摩西佫起哩，佫落来才有第2次啊。所以这些拢是用会，和这些礼仪、这些物件有功效。按照法律，逐款的器具拢是用会来清气的，若无流血就无赦罪啊。所以这是因为会代表生命，也代表清气啊。会才当清气这些物件，所以耶稣基督的会会当上界清气，伊一概完全来清气人、清气物件。所以才看到耶稣基督已经来，伊做大祭司，然后耶稣基督将做这个新的约的中间人，但是伊是要用扮演保证的角色，扮演保证人的角色，是甲7章22节同款的。然后呢，旧约是用会来三新，耶稣这个新的约嘛是爱用会来三新哦。耶稣基督来真做大祭司，耶稣的会幕比对象更加大、更加水、更加完全。然后耶稣统计会幕时阵呢，是一举尽全功啊！伫台语是翻做一朝一变，尽力至信所，为着咱成全永远的救赎啊！就是用一解就来完成，而且是永远的救赎。然后耶稣伊也将伊家己当作完整的祭物来献给上帝。所以耶稣这个大祭司，不管伊所去的所在，伊所做代志，包括伊所献的祭品、祭物，拢比对象的好太多了。所以伊的会会当清气咱的14、15用台语来读。伊的会减袂当，互咱的良心更加清气，脱离死的行为来服侍因外上帝吗？这是一个问号。伫现代中文跟现代台语，它的问号可能无共款现代中文是句号，现代台语是问号所以但是呢，意思都是共款耶稣敢不配嘛？意思讲绝对有够格，有够资格。第二，耶稣基督做这个中间人、保证者呢？就是耶稣要互上帝呼召的人领受迄个永远的福气，是这个通过死，这个死亡呢，就是这个祭品呢，讨放因伫旧约中间所犯的罪过，这个罪呢无搁纪念啊，是嘛要甲伊放伊去啊，要甲伊消毒去啊，这是前天咱所读到的，所以这个为主爱当甲这个为主就是会人死啊，所以这个新约何时有效呢？耶稣死的时阵，新约就启动了，就开始了。所以那死以后，新约就开始产生功效。伫旧约中间是用血来定，才有功效，才会代表上帝所有命令，咱就要遵守。是甲上帝立约，摩西嘛甲百姓来立约。同款摩西将血也伫会幕，伫礼拜礼仪所要用的器具的顶端。所以耶稣嘛是安尼，将伊的信所，将这器具，天顶的金的灯台，天顶的这刀啊，天顶的香炉，拢是看到耶稣的血，来清气。但是迄是实体，照法律逐款的器具，拢是血，代表生命的血来清气。所以无有流血，就无有赦罪啊。所以读希伯来书真趣味，就是前后呼应对照，非常的清楚。这个作者伊的头壳实在足清楚的，讲了非常的仔细啊。耶稣基督是大祭司，耶稣基督叫做新约的中间人，就是保证者。旧约也是用血来定，才有产生功效。这个大祭司伊的会幕更加大、更加完全，伊通过会幕是一举尽全功，这里就趣味的，一举而尽全功，一次的行为、一次的举动，而完成了全部的功效，永远有效。但是台语的意思较清楚，是永远有功效。将家己当作完整的祭物来献上。然后耶稣这个保证人呢，伊保证咱领受迄个永远的福气，嘛保证咱通过耶稣的死，已经讨办所有过去的犯的罪，伊的为主就是伊的约，证明你为主的人已经死啊。所以耶稣写顺新约就开始，旧约是用血
来表示讲人爱遵守上帝约甲命令。这个血是伫会幕嘛，伫器具的顶悬，也是伫咱的心中。所以逐款的器具拢是用耶稣的血来清洁。明仔9章后壁的23节，要继续来讲耶稣安怎来除掉这罪啊。今日经过14节，那么基督的血能够成就的，岂不是更多吗？借着那永恒的灵，他把自己当作完整的祭物献给上帝，他的血要净化我们的良心，除掉我们的腐败行为，使我们得以侍奉永活的上帝。何况基督通过永远的神，迄因家己无下厝的本身给上帝，伊的血减袂互咱的良心更加清洁，脱离死的行为来服侍永远的上帝吗？搁一摆提醒，今日咱若是未好消化、未好吸收，咱的圣经就是爱读1届、2届、5届、10届，加读几届。若是无需讲伤紧，咱当搁看 YouTube， 你当甲速度调较慢的。重点毋是有听有看，重点是要听要看，咱爱了解、爱明白。毋茫上信心帮助咱，互咱当明白上帝话，咱做伙来祈祷。感谢主，互你的话会当通过信心保惠师，成做圣经，成做真理，成做阮的学习。阮有缘，虽讲我有真侪无了解，也是阮甚至有可能是头一届才来听，头一届才来学习。但是求信心，继续将上帝的话放伫阮的心思意念，互阮当勉励善思上帝的话，也互阮知影耶稣为阮所献所做是偌尔大的工程。是偌尔大的牺牲，是偌尔大的功效，互阮会当进入永远的救赎，会当得到永远的产业。愿上帝的话，搁一摆看印伫阮的心，互阮的心来遵守，愿意来跟对耶稣的路。阮的祈祷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多谢大家，大家平安，平安，谢谢牧师，平安，谢谢陈牧师，谢谢牧师，平安。嗨，陈牧师，平安。好，谢谢啊。